哦，那么贵啊！石榴有那么贵啊？哦哟，石榴那么贵啊！那真的是石榴吗？还有红皮芭乐啊，也有可能是芭乐哦，因为它手一捏就整个陷下去了。嗯，也可能是芭乐呢。芭乐那个比较熟的那个一捏就。但是你看那个皮上面有一点一点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呀？找不到那个斑点一样的了。